来看法国的前总统法萨科齐，七十法院是裁定讲，伫个等待上诉的期间，会当先甲伊放出去。伊是因为无了非法收政治现金，互法院以强无罪判5档的有期徒刑，伫顶个月2日互掠去关。在得到巴黎上诉法院批准了后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72开巴黎圣地刚刚，伊坐一台黑色亲切车窗的轿车，驶向伊伫巴黎西区的客家。到了后，萨科齐甲伊后生前后落车行入家门，伊伫社群媒体打文，向所有社会支持为伊辩护人致上上深的感谢。所以准备上诉，集中所有精力伫证明家己的清白顶悬，真相最后会胜利。70岁萨科齐被控刑事强暴罪，2007年法国总统竞选期间，伊的亲信收已经过身利比亚独裁者格达费的政治现金。9月2日被判有罪，10月1日入监，暗过马上提出等待上诉。审理期间释放申请。Bon, malgré tout, je pense qu'il a pactisé avec le diable, donc ça se paye à un moment donné. Il y en a qui, même s'ils font appel, ils restent. Bon, c'est vrai qu'un président en prison, c'est pas. Il y a mieux comme image, mais bon, tant mieux pour lui, quoi, on va dire, mais bon. 法国的法律规定，等待上诉期间，原则上应该以释放为原则。法院表示，萨科齐的释放是根据特定的法律标准来决定，比如逃亡的可能，伊无逃走的风险。不过，法院特别禁止萨科齐甲现任司法部长达马兰接触。达马兰不是保守派人士，将萨科齐看作是导师。了后，伫2017年加入总统马克宏的中间派政党复兴党。达马兰顶个月捌去家家探视萨科齐，引起部分法官的批评，认为损害司法独立。公视新闻，恩惠玲报道。